我是陆派弟子许杰。2018年的1月10号，我敬爱的老师永远离我们远去了。1月19号，我受上海越剧院委托，代表上海越剧院赶赴美国洛杉矶。当地的时间1月21号，我参加完了老师的大练之后，晚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恍恍惚惚当中，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到老师家去看望老师。当我敲过门之后，门开了，我看见老师的那张脸，好像很模糊，又好像很清晰，好像很陌生，好像又很熟悉，好像很遥远，又好像近在咫尺。我见过这张脸，我见过这张脸，我们都见过这张脸。千百位醉人在梦中，青翠翠拂叶淡风，谁把谁叫醒在瓶中？你回忆炯炯算伤痛。层层鲜花簇拥中，你凝视爱途匆匆啊。那烛中花灯中，你欢笑像映红，像映红。那黄泪红。
我是上海阅卷的第10代演员，也是最年轻的一代陆牌传人。我从来没有见过陆老师，陆老师的那张脸啊，总是出现在影像资料里，在教课老师的讲述里，在陆派的剧目里。曾经，我在一本泛黄的哪吒说明书上看到过老师写的一句话。老师说，哪吒经过修炼变成了莲花的化身，他有正义，不顾私亲，不惧威胁，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理想人物。忽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了老师的脸，慢慢的跟哪吒重叠了。老师成了哪吒，哪吒就成了老师。有了，待我上前去讨。弟子参拜娘娘。你是何人？到此作甚？弟子哪吒，我负力气，是我才教玩游戏，一时失手将剑儿失落。现在娘娘之此，望求娘娘将剑还给我吧。你且试看。你这奴才，险些伤了我徒儿的性命，万贯江边，快剑！哎呀，娘娘，你还是将剑儿还与我吧。休得多言，快剑！怎么不讲理？你可知道我大闹东海的理？哎，
我是陆派弟子黄慧。17岁那年的生日，父亲送给我一盒磁带，粤剧《陆锦花》唱腔集，我如获至宝，从此与陆派结下了不解之缘。84年，我考进戏校，得到了前辈、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帮助和指点，但我主要还是靠听录音、看录像来自学。我常开玩笑说，曹云娣师姐、许杰师兄，他们是母乳喂养的孩子，而我是喝奶粉长大的孩子当中的一员。我们这帮喝奶粉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期望有一天能见到老师，能面对面的听老师与我们谈他的艺术，那该有多好。记得辣2003年的春天，阿拉有一批陆派艺术爱好者筹备成立了陆派艺术沙龙，也正好搿年陆老师从美国回到上海，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一致认为要到机场去接见，欢迎陆老师归来。搿天子陆老师的航班应该是下午3点钟降落，结果呢，从广播里阿拉听到，由于气候的原因，不能辣浦东机场降落，只能临时改动便到虹桥机场降落。搿辰光，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阿拉有60几个会员，想尽各种办法，从浦东机场赶到虹桥机场。到了虹桥机场，阿拉是连奔带跑，奔到休息大厅，只看见陆老师端坐辣椅子上头，满头白发，面带笑容。阿拉是激动得来，是简直就是扑上去了，全部人拥到陆老师的面前，拿伊围起来，掌声、鲜花、问候，全部奉献给心目当中的偶像。陆老师也激动地讲：“哎呀，惊动了介许多人啊！我真的是太感动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呢，好容易见到陆老师面前，我握牢陆老师的双手，激动得我一句闲话也讲不出。半日天，我禀出来5个字：陆老师，侬好。”搿个辰光，大家让开，陆老师面前让开了一条路通道。陆老师朝前面一看，辣休息大厅的对面，一排上有7个男士，举了每人举一块牌子，上面写了7个字：“锦花老师到家了。”陆老师先是眼神吃一惊，伊想搿个一块啥物事？当伊看好以后，伊笑了，笑得非常开心。我看到陆老师搿个辰光，他的眼睛里面含着泪花。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陆老师那慈祥的笑容，我再也不会忘记陆老师那双挂着泪花的眼睛，炯炯有神。就
延昌特地接你来了，你快下来吧。娘子，延昌此番上京赴考，特上华山接你来了，你快下来吧。娘子啊，此番我上京去赴死，特上华山来找寻。率来你10月花容易分娩，我与你华袍丞相一同上京城，识得金榜题名星，我与你才人间，建立家园乐天伦。娘子啊，为何我登山不见林子云？为何我进庙不见你小祥云？莫非是你去赴遥子还桃源？延昌到此你万不知心。我去中儿传消息，请娘娘说家乡用为了门。娘子，中儿传音，你该快些回来了吧？娘子回来了，娘子。啊，娘子！我知道娘娘一步关悲香，恰原来是山风吹动天桥铃啊，这真是天台中道先生庙，仙途女郎悲唱声。娘子啊，曾记那日分手时，你命令子送我行，说什么待你为孤儿郎儿，下山再娶夫妻心。谁知你好一日断线风筝随风去，百年来石沉大海付银心。娘子啊，这生了身在你何处去？莫非是儿郎百年谁作心？哦呀，娘子，倘若你生
2003年的8月22号，我从浙江到上海，拜陆老师为师。我们一同从浙江出发，住同一房间，同一时间，拜陆老师为师。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上海一副舞台的前台、后台有很多人，热闹非凡。有前辈老艺术家傅全香老师、王文娟老师、毕冲芳老师、金彩凤老师，还有好多的陆派爱好者，还有许多的戏迷朋友们。老师被人群包围着，我就静静地看着他，怕老师累着，不忍心多打扰。陆老师满头的银发，特别慈祥，特别亲切，一直笑着和大家交流着。拜师的过程其实简单又繁重。简单的是仪形式，一杯清茶，一束鲜花。隆重的是我的心。我们怀着隆重的心，但陆老师很随性，他不是那么在意这种细节。他说，只要你们自己真心喜欢陆派，来学陆派，我都非常的高兴。说实话，和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有时候非常羡慕别的弟子可以经常的来看望老师，向老师请教。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图文资料、文字资料、音频、视频来了解、揣摩陆派艺术，来捕捉老师的神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尽孝要趁早。可能我们当时都太年轻，没有很好的把握住学习的机会。那么多年过去了，老师悉心指导，音容笑貌，犹记在心，历历在目。是啊，老师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的慈祥、和善、平稳、平淡，就像老师的艺术一样，平淡中传情。对，就像陆派的特色，平淡中见真情。40岁成婚以来，蒙那林子小姐来我受婚。往年4岁，不
就有日深秋了。唯想在雷阳时节与我那归隐去。在那同音月下，长叙胸怀，世间都已成往事了。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依，夫妻们在月下谈恩斯文，星光灿月华浓，芙蓉龙啊映，这前尘是春梦，不可再醒。那王种种雷阳为了一趟，教官接着我的书信，就在黑神庙内彻夜生死。想谁在今日锦绣之中途上，也觉得人世惶惑。归隐呀归隐，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我也是不得已哟。桥楼上初更起，月移花影长相惜。自从休了教士女，我精神恍惚为真谛。这也是枉亏不得已，辜负了多情教师妻。2年间，他与我共晨曦，3更灯火不更尽。谁知生理成死别，800的恩情真诚重提。看清那名声高到来草土地。是啊，得下官名声满着夫人，去请那名声高到，替那教师多念几卷经文，也就是了。叫他与父母亲在那月里去，这样子到了19夜晚，已觉得有些凄凉了。明月已经深深记，房内残灯似对你。耳边像有听的风声起，黄泉汪汪飞不息。哎呀，寺里下面是谁来了？你是谁呀？谁呀？不是仇，是死心啊！莫非我疑心生亏吗？不与我浑身去疾病。哎，
凡是鬼神之事，不可平息。纵使有鬼，我王魁乃男子汉大丈夫，又是天子的门生，怕他作甚？马身王魁太稀奇，鬼马贞观大长远。现在想起，我当年拜师的过程还记忆犹新。因为老师心里有顾虑，所以我的拜师过程还挺曲折。老师说，都离开舞台20多年了，属于他的那方舞台早已落下了帷幕，不想再拉开了。听老师这番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和失落。但老师毕竟离开舞台20多年了，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我想，我不能为难老师，可是我心里有个念想，只想见见老师，让老师听听我的唱，还想告诉老师，虽然他离开舞台20多年，但是观众们没有忘记他，还有像我一样痴迷陆派的学生们，依然坚守在这方舞台上。终于可以见到老师了。老师年事已高，身体瘦弱，但当他听我唱到“我知道绝人之生见生女”，我发现老师突然站起来了。他给我示范，给我说戏，那一举手，一投足，一转身，我发现老师因为谈到陆派，因为讲到他挚爱的艺术，因为说到他塑造的角色，他脸上没有病容，没有疲倦，而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我永远记得老师那一张脸，那时我真的相信，艺术真的能让人超越岁月的磨洗，从而在灵魂深处绽放。我相信，这就是艺术的魅力，陆派的神奇。你可知个人自有个人事，我的心事有谁知？别人的心事我不知，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有人知我方难事，是非碰到老先生。我来生一步眼儿不迟，我从小读过生言诗，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今日花开，那么你就猜猜看。
暖儿应有四方子，无需挂虑家乡事。阿莫不是你我你们是你的，我难陪你郎并不知。你年家已到天下得本早，我好比苦等高攀你所不是。阿莫不是你言我来正长脸少，害得你官人少面子。这里红掌到雁门，城里人话谁不知？阿莫不是你言我来正用马车，我难陪你郎一才子啊。夫妻岂可用言论？何况你娘子美貌三几世？我忍羞得起心啊，这不是来那不是，我难真难猜他心中啊，官人，我猜是猜不差了，为妻我倒可有一笔。你叫我比啥何来呀？啊，官才知沙土般黄金，郎真待我是真心意，我岂能为他一片心？手扶相见，情欢喜，娘子。你
着瓜，边坡前跑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作，自人自面不自信。我曾与他真心相思梦，未必他心是我心。哎呀妈！我错被拦针下楼去。免得在此露真心。我们敬爱的老师离开我们整整1年了。今天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缅怀和追思我们敬爱的老师，谢谢大家。现在我用上海话和大家讲只小故事。故事的内容主题是讲我哪能跨进六排大门的。这个呢，要回溯到70年代。70年代有一天呢，阿拉越剧院老一辈的艺术家和阿拉年轻的一代演员准备辣汇天馆开一场大型的演唱会。老一辈艺术家侪要上台的。当时吴小楼老师呢，准备唱一段《黄葵做媒》。黄葵做媒嘛，要2个人唱啊，一个是张建翁，对吧？一个是黄葵。当时呢，阿拉老师没空，辣虹口的周宝奎老师2家头，辣演甄子塔、前几歌。那么陆老师不能参加这场演唱会，黄葵啥人来唱呢？吴小楼老师当场就提出，叫人地代唱。我当时想，搿六拍我唱不大来个嘛，葛么就拨我张谱子。我当时拿了谱子就学，学到一定的辰光呢，辣阿拉越剧院一个大排练场，搿个一场节目就练排了。当时练排的辰光呢，阿拉老院长袁锡芬老师辣台下头看。等我唱好搿段《黄葵做媒》下来，我搿只看见阿拉袁锡芬老师满面笑容朝我招手。我想搿老娘家搿只表情蛮稀有的嘛。我马上奔下去，我讲老师啥事体啊？伊讲侬辣唱六拍啦，邪气好听。小陆，小陆呢是阿拉老艺术家们对阿拉陆老师的昵称。伊讲小陆的唱腔就从马掌花演变过来的，侬辣唱，我就想起马掌花了，真个好听。伊讲小陆现在还没接班人，侬从今以后就唱六拍。我当时想，阿拉老师袁老师只不过讲讲而已，我也没答应伊，葛么就能回去了。事有凑巧，第2天上班的辰光，我辣复兴中路宝庆路搿搭碰上阿拉陆老师了呀。阿拉陆老师满面笑容啊，老激动的来叫我人弟啊，听老袁讲，侬从今以后唱六拍了是伐？我想我又没答应咯，说明阿拉老院长啦，当夜就得陆老师去做媒了。葛么搿能样子呢，陆老师讲了眼话，伊讲侬已经成名了，伊讲做我的长子呢，我交关不敢当。陆老师当时这面孔呢，又兴奋，又激动，又迫切，但是呢又谦虚。我当时深深的受感动，
我想搿能样子个艺术家，我讲老师，我老怕我是小学生，侬勿好讲搿种闲话个。葛末搿能样子呢？伊问我，侬现在辣排啥个戏？我讲现在辣排《碧玉传》。好个，葛末从现在开始，侬个唱腔全部改成六拍。伊马上拉住我，也勿用我考虑，拉到越剧院老近个，宝庆路到越剧院老近个。到了越剧院个饭厅里，伊去拉了一个连袖作曲，坐辣饭堂里三家头。陆老师就从搿日子开始，帮我呢《碧玉传》个唱腔全部改成六拍。我也就此踏进了六拍个大门，成了陆老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弟子。搿些呢，我现在弹陆老师唱的搿段奏梅，给大家唱一遍。因为最近呢，有点咳嗽，有点感冒，嗓子勿大理想，请大家原谅。剑哦。曾梦相夜初见，又梦见国父来，看起三落明框，他原是书香门第。贤德的好俊才，我与他万难相逢曾匹配，定期再去报应该。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演员，这位青年演员呢是阿拉电视台的最年轻的六拍小生。陆老师到美国去之前，也就是1983年之前，我排了前期的孟丽君。陆老师辣以前的孟丽君当中呢，伊是做女人点的；我辣孟丽君当中呢是做黄埔少妇的。那么第二场呢叫看画像，就是讲。黄埔少妇呢，拿了孟丽君张字画像呢，猜不透到底是孟丽君还是李仁祥，伊下去苦恼。搿场看画像的唱腔呢，就是陆老师帮我一道搞的，所以搿场唱腔呢，因为搿个黄埔少妇是文武小生，勿能依照老早子的六拍旋律全部照搬，葛末阿拉做了一些个改动，但是六拍味道邪气浓厚。搿场戏呢，辣坊间流传老广的，大家侪蛮欢喜唱搿场看画像的。上个月呢，我拿搿个整场戏看画像的整场戏传授拨了越剧院最年轻的一代，就是电视台的六拍小生演员，叫范莹。那李丞相，还是李丞相想你？你呀，你呀，你真帮我做弄得好可
面庞一杯墨香。长担青啊，丝针啊香，丝针丝枪，丝鞭丝叉，飞彩香。他啥不是画中人？为什么你太神勇多想法？他啥本是画中人？为什么至今不肯落红章？曾想他对我画中愿望，祝福后家人一力生长。今日托病请丞相，我定要察言观色。我在刚改小生的时候，学的是陆派。我曾经演过钱建姑、钱盘夫和断桥，在以后的时间里，也曾经和杭州越剧院的梅花奖谢群英合作演出过全本的《盘夫索夫》，甚至有人说我的陆派唱得比范派要像。说实在，在80年代，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陆派，在学习陆派，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每个流派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陆派就是那样潇洒文雅，和醇厚刚劲的范派不一样。每个演员能够从不同的流派当中吸收他们的精华，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收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唱好范派，学好陆派。这次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陆老师的纪念专场演出，这正好是我对我早期功课的一次温习。感谢陆派给我的启示和给到我更多的营养。心匆匆望鬓把花送，那个他可是夜已色当中。一姑娘门房看秀人，进得府来落府中啊。小姐呀，温馨安坐初见面，神梦里多情一缕真知逢。从此之千丝万缕将成结，后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乃是知，马上履考进府中。我为你对儿求了多少，我为你三手下一做事同。老母怨盼儿不归，童儿迷之负影中。所有光阴非容易，
七夕今日寒茶夫人秀日，合家姑父百寿我中道。今日定见家用，谁知小姐冒风我，我满腔欢喜与落空。我中道三用水晶一葫芦，谁想到寒茶夫人命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倾诉衷肠表心意，愿小姐别再细讲我。有了，我不免将刚才写好的四候之风藏于莲花底下，小姐见了定会问我子凤凤啊，你陪我身边一束用，房里今咋有灵通？小姐跟前顺我意，只见好似现场里的大公。几岁？也恐怕要阻干了我三生风。陆锦花老师也是我的恩师之一。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学习。那时候有很多的艺术家曾担任我们的老师，陆锦花老师就教过我珍珠塔的钱建姑。回想那个时刻，我真的觉得很幸福。10多年以前，我有幸和金彩峰老师一起去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演出，向袁秉忠太太要求通过他想见一下陆锦花老师。因为老师定居在洛杉矶之后，越剧院有很多的老师去洛杉矶的时候都想见一下，可是老师由于身体的原因都婉拒了。我很幸运，陆老师听说我和彩峰老师来了，他说彩峰子刚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所以来到了演出现场，看了我们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我把老师请到了台上，和观众们见面。在演出中间，当我演完《红楼梦》的宝玉别林之后，观众们说能否返场再演唱一段？那我说我就为大家学唱一段我的老师陆锦花的唱腔，陆派的钱建姑。当时陆老师就在台下，所以我觉得这一刻也是我特别幸福的时刻，而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也是我见老师的最后一面。
记得在学馆的时候，陆老师曾经和傅传香老师在我们学馆当时排了一个大戏《情探》，我们都参与了工作。我在哪里呢？我是在舞台上方的灯光间，我当时在追光。整个陆锦花老师、傅传香老师的《情探》一个巡演，我学会了所有的唱和念白。陆老师的唱，特别是念白，字字诵听，像吐珠一样，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之后我的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曾经也是借鉴了很多陆派的咬字的方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想还应该是老师的那双眼睛，永远是那么的炯炯有神。飞鸟归桥乡乡，永不弥漫出山崖。引路人何知破西墙。恰愿来把永生之留人家。见前面一曲红墙，不是寺院，定是庙宇。正好先去接受一笑，明日再走向今安哦。转左过马须衙里雨芳芳，到润堂一老老子明明哇。华山圣母娘娘在上，有声流言唱出去泸州，有声听讯掌舵私塾。此番上京赴考，路过华山，山见娘娘仙宫一些子弟，足顾有子妾身之处。娘娘啊！是彼人共相作，杂碎心花。我只有共上手，深深以待。困娘娘采丫鬟做自秋水盈盈，两老妹子远山妈妈，哪里是河水了你说娘人，分明是九天仙女她要来相。不明待我在墙上题诗一首，以表娘母之意，如何不可啊？齐鲁连登配口气，我们因为乱离别，
我随鸟女风头人，悠悠天台采芽人，泸州柳荫唱第一。歧路连灯悲哭泣，我妹因为乱离别，我手鸟女风头人，悠悠天台配芽人。啊，钟儿啦，钟儿，你这有灵，将我吟唱一篇娘谋之意，上答娘娘吧。娘娘，你秀年无责，读书人的当头愿在生母偏留下，一下好梦另外不忘。荒唐啊是荒唐，现世实有留人，才也是天内。娘娘啊，为什么并不仙于梦中来？我是陆金花老师的外甥女平兰芳。83年，阿姨离开上海时，我有到机场去送行。实际上，阿姨那次出国走得比较匆忙，她是去美国探亲，原本打算6个月之后就要回来的，根本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0年。我的老师傅全香和陆锦花老师关系一直非常要好，也搭档过好多戏。最具代表性剧目就是《情探》。自从陆老师去了美国后，我老师一直非常想念他。多次我们在排《情探》时，一直会提起陆老师。他说，田汉老说，陆锦花就是他笔下的王奎。因为我阿姨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她非常疼爱这个宝贝女儿。女儿去美国1年多，阿姨日夜思念她，女儿也急切地盼着她去。可当时阿姨的身体并不好，人很瘦很瘦。华山医院的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她离开上海的，但她老人家思女心切，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执意赴美探亲。所以那时候，包括阿姨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把这次出国看得很特别，一切都很平常。望着阿姨渐渐远去安检的背影，没有多看上几眼，没觉得她
会离开那么久。遗憾的是，这一别竟是20个春秋。傅老师一直会跟我们说起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他和陆老师演出秦探送别，当陆老师唱《飞鸟归巢，夕阳下》这段彩调腔，声声入耳，非常动听。我老师也听得如痴如醉。陆老师唱完后，应该是我老师接下去唱，但是竟听得脱板了，还好乐队给护过去了。傅老师一直会说起这个事情，我们也听了好多遍，他一直会这样说。在我印象当中，自从陆老师去了美国后，我老师就再也没有演出过秦探中的宋王郎。相随。
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娘子，你此去茶罢还愿情，王郎啊，请多怀话，你莫问先心。这你去别君，娘子该放宽心等去，送归自报家意。王郎，我现在可待在身边。娘子，你看我是姥姥带财神草呢。老夫一问来君但愿君心思若切，见算才有事千千年许年，命可望夫妻可守真良缘，胜过娘子恩和你，王贵此心可代天。娘子，这里就是海神庙，你我进来问事。门市，王郎，言重了。听此言，我才放宽心。王郎，你终于心生。今世一缕忙去听，情丝啊，你带我传送到边境。此一曲旅途寂寞是相依，见此发于是千归隐。这一缕情丝与把头情，我听说争吵不离身。看到搿张图啊，我又想起当初老师教我一些情景了。我从㑚眼神当中也看到了当初我跟㑚一样搿种奇怪迷茫的眼神。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讲搿张图画的故事。搿是辣辣1979年搿辰光，我是跟老师学了真子脱个戏本。
咁么搿辰光呢，我个台步啊，一直走勿好，因为阿拉搿辰光辣辣戏校里向，所有学个小生台步，侪是搿能介走个，侪是搿能介走个。但是阿拉老师，我想观众朋友们大家侪晓得，是有名个下皮生。咁么阿拉老师辣辣演绎下皮生搿块呢，伊个台步是与众勿同个。咁么阿拉老师啊，伊有一种独特个教学方法。为啥道理呢？因为我前头讲个，我个台步一直走勿好，走勿好。突然有一天，老师帮我讲：明朝啊，小家伙啊，排戏个辰光带上拖鞋来。我当辰光呢，帮伊拉搿眼辰光一样，老奇怪个，哪能海我带上拖鞋呢？阿拉搿辰光，团里向侪有规定个，排戏勿好穿拖鞋个，哪能叫我带上拖鞋来？葛末故事就辣辣后头了。阿拉拿拖鞋换一换，阿拉试试看啊。因为为啥道理呢？一般性小生呢，鞋子、靴子侪老珍贵个。咁么下皮生呢？因为伊穷啦，伊个鞋子破破烂烂个，伊后跟啦，伊侪塌辣海个，你晓得伐？塌辣海嘛，所以讲伊个鞋子呢一直拖啊拖啊要拖个，要拖嘛，咁侬舞台当中又勿能够完全搿能介样子个，所以讲呢，侬走勿好，伊讲侬一定要穿拖鞋，侬走走看，尝试一下，搿实际上就是讲伊从生活当中伊体现出来个。好，阿拉看看啊，那一般性小生哪会搿能走搿能介走个？但是伊没种拖个感觉，阿拉侧面看到伊种拖个感觉，拖个感觉。随后呢，阿拉老师个台步，㑚太老师个台步啊，特别是曾子德当中个方清第一个出场，伊个步子是相当讲究个。那前头讲阿拉一般性小生搿能介走个，阿拉先生搿能介走个，看到仔细看，伊是搿能介出去个，看到伐？是搿能介出去个。那比方讲，伊只出场，小方巾出场，拎住个雨伞包裹，一步、两步，随后打两响，哎，试试看，来走走看，啊，走，来跟了我后头走，来，一、两，对，走。鞋跟勿要脱啊！拎起来，脚趾头用劲，来。芳芳啊，老师，老派个经典个节目，曾子特是老派最经典个节目。下皮生呢，也是陆老师最经典的形象。我辣辣1983年的辰光，陆老师还没到美国去了。我演过前本曾子特。葛么老师也帮我指点了一下。老师讲，我现在呢演勿动了，侬到我传承我去，我也去开心。那么侬哪能会得把曾子特个呢？是2006年，老师到上海来探亲，伊临回美国之前。伊再三个叮嘱我，伊讲侬一定要得峰排出原版的曾子特来。所以峰的曾子特呢，是辣辣太老师的直接关心指示下头排出来的。谢谢老师。峰，现在看侬了。好，谢谢老师。马
忙想起那石头青出门庭，家中是只有一斗儿孙黄糙米，三困官场比娘亲。我母亲一天只娶二家半，4天之内娶一生。放亲巧子算一算，我母亲48天苦为命，倘让我束手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药台为生，气难伸。更何况老母临别话定啊宁，出门不必在家里，言行切莫太顺心。姑娘啥有不到此，离别真备要娘几分。姑娘啊，小日子等30岁来相养，只有你姑娘过若情。姑娘啊，今石头青皆靠本，明年大必要龙啊门。啥在平生临用之，不妨你姑娘再拜恩。
人人大声半人为，半间绿哟几余生。所生不宽，下地狱归。自不了丢情不语来扬中。饥寒交盼不人忙，我王魁何日兴起今天来？是来用状态拉萨。一人人饥肠辘辘眼昏花，年晚的歌轻伤。老王中了把感情藏进来，盼他还得谁迷大家对陆配的印象，普遍觉得四弓枪比较多，潇洒流畅。因为陆配的形成与吸收越剧皇帝马章花唱腔很有关系。袁雪芬大师曾说，马章花唱腔的影子可以在小鹿身上去找。老师除了在马章花四弓腔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之外，他的弦下调如秦探、彩楼记等等都有鲜明的特色。记得07年，我应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邀请，与副派弟子陈飞合作秦探。当时我专门请教过老师，老师对我说：“
表现王奎的人物千万不能脸谱化，不能纯粹演成坏人。记住，他的人生7分是社会因素，3分是个人因素。要在这样的理解上去寻找人物的处境。然后老师重点谈到了这段弦下调的处理，因为黄奎一出场是位穷书生，因上京赶考，科场无败，名落深山，风雪天里，饥寒交迫，内心非常凄凉。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悲愤节约的弦下调来抒发人物的悲切之情，是最合适的。后来，这段弦下调由于老师精准到位的演唱，至今深受观众的厚爱，成为了经典的金曲。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我上来，大家想必已经看到我只脚有点敲发。真的，因为几个月前一不小心辣小区里绊了一跤，这个一跤绊得来真是蹩脚，所以搿只脚实在是蹩脚，敲上来形象是不大好看的。但是呢，陆老师搿能隆重一个纪念会，我是一定要来的。医生讲，侬要再困辣床上，这个困平，人要困平，好叫休息休息。但是今朝陆老师搿能盛大的会，我能休息得了伐？我不能够休息，我一定要来。假使今朝这个机会错过，是我一生的内疚遗憾，真的。所以呢，我就来了。但是我虽然来了呢，心里想唱了一辈子的戏啊，没介紧张过。今朝特别的紧张，不晓得啥个道理。可能我越是想讲得好嘛，叫越是讲不好。那想想看，我一直是唱戏的人，今朝蹲辣搿搭讲，几十年都没碰着过。过去辣越剧院里是个小巴拉子，轮不到我讲闲话，都是老师们扛辣前头的。但是今朝呢，我是第一次，所以这个一定是讲不好的。但是我心是想讲好的，即使讲了不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今朝呢，我是的确相当的激动，终于盼到了今朝能够纪念陆老师的大会，所以也感谢介许多热心的观众冒着严寒来到上海大剧院参与陆老师的测试过程来。这个当中也有交关的就是讲外地的或者是侨胞们赶得来，热心的观众来参加。这个对陆老师来讲是相当的高贵搿个一点。那么我就觉着这个说明大家对陆老师的热爱呀，所以才有搿能个场面。那么就是讲陆老师呢，大家都晓得的，是阿拉越剧界当中的4大小生流派之一。陆老师的一生的演戏的节目的精彩呢，
迭个勿要我讲了。就讲现在来讲，近代来讲呢，譬方讲是邢滩呀、盘索啊、针子塔、彩楼记等等等等，凡是看过陆派的戏的艺术，都是百看不厌，回味无穷。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我就不讲了。啊，那么下面呢，就讲讲陆老师平常生活当中的为人。陆老师呢，伊呢是一个，现在讲起来是大腕，从前讲起来是主要演员。但是伊搭阿拉搿些小巴辣子相处的辰光，从来勿摆架子。伊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伊陆老师个人啊，表里一致的，伊没表面一套，里向一套，没个，实实在在的。所以对伊蹲辣一道，阿拉有阵子忘记脱，伊是老师辈分，好像跟阿拉差不多结朋结嘛。所以迭个就是陆老师的可敬可爱之处。所谓真的可敬可爱之处。所以讲，陆老师越是低调，阿拉越是尊敬伊。所以我也觉着陆老师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所以陆老师的离去对阿拉来讲是非常难过。不过今朝呢也看到了陆派艺术的兴旺与发展，高兴。有介许多的陆派弟子济济一堂，看到陆派艺术的后继有人，也看到陆派艺术定能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纪念陆派艺术，搿个时间是短暂的，但是阿拉对陆老师的怀念、思念是永远永远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浑身上下是水
娇，妻在怀表苦难熬，正把门房有人跑。看着见门中女妓来往相交，荒郊一梦有谁道？此事叫人的配巧，一配巧。这要问此来，为何有着门中女妓？是了，定是他爹娘见天气寒冷，才人将他接为夫去了。小姐呀，小姐，你要委屈嘛，等我回来也不是啊。不为呀，小姐，你不送父命才被赶出相府，也能委屈？不会委屈的，不会委屈的。哎呀，小姐，你相夫之女，千金之体，也能长期受此贫穷。这乱中女妓嘛，你看，急急忙忙为要做。上前去惊动，欲恐惊醒他难苦梦。当初他不言不贫穷，在梦中来到寒窑中。两无根也，一无所从，埋是他心酸，我也心灵悲痛。小姐呀，小姐。我梦中穷就穷在精通，带来沉默。到那时我对生春红包做灯好，许我要去我的，我摇摆要做长远工啊。
对。刚刚对不起，我那个声音可能太轻了，我还再重复一遍哈。我叫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昆曲老演员。我从12岁开始唱昆曲，学唱昆曲，到今天已经有65年了。这是有人会奇怪，说今天是纪念陆锦华老师，这个一场很精彩的越剧演出，我这个唱昆曲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是吧？我想要跟大家说一点呢，因为我呢现在啊，人还住在医院里头，是检查身体。那么，既然我是在医院里头，那更奇怪了，你跑到这儿来干嘛呀？是吧？因为我听说呢，陆金花老师有一出非常精彩的戏，就是《贫血变宗》。那么又听说呢，陆金花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的徒弟，许杰同志，是吧？他呢是陆锦华老师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出来的，是吧？那么他今天在这儿演一段《贫血变宗》，那么我当然是要来看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是吧？因为这个《贫血变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很有缘分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学戏的时候，我对我现在干的这一行小生，我小时候对小生没有好感，不想，我觉得这个小生不好看，是吧？那么声音也不好听。那主要是我小时候看的京剧小生，我不喜欢。那么后来为什么我就喜欢上小生呢？那就是因为我看了我们的昆曲大师于正飞老师，他演了一出《贫血变宗》。这一出《贫血变宗》，我看了以后呢，我确实是看傻了。看了迷了，我心里想，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是像于先生这样的小生，我就喜欢。后来呢，果然要我改小生了。那么我因为看了于老师这样一个精彩的《贫血变宗》，我就心甘情愿跟着老师学小生。所以这一出《贫血变宗》跟我有缘分。那么后来呢，我也多次看到陆金花老师演的《贫血变宗》，所以我觉得呢，这样一出好戏，除了于正飞大师以外，越剧当中，陆金花老师的《贫血变宗》。我非常喜欢看，所以我今天要赶来，好好的看一看，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昆曲啊，像于正飞老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演小生，不管什么行当，京生、官生，制尾生，包括这个，贫血变宗的吕蒙正，我们在昆曲里头叫穷生。演小生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书卷气，你就要像一个书生，是吧？那么这一点呢，那么当然我的老师于正飞大师毫无疑问，那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我今天呢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台上，
我要说一句话，就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陆锦华老师的戏。我觉得陆老师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有书卷气。是，这个在粤剧小生当中啊，能够有书卷气的演员有，但是我觉得不是太多。当然，除了那些名家以外，是吧？那么我觉得陆金花老师是书卷气非常好的一个小生演员。你看他所扮演的很多角色，非常有读书人的味道。一招一式，台步一走，哪怕是一个指出去的动作，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很有书卷气。从这一点讲，我非常钦佩他，是吧？哎。那么我今天来呢，我终于看到了许杰同志刚刚有一段这个吕蒙正这样一段，在窑门外看到了一个男一个女的脚印，引起了种种的一个想法啊。他是唱了，在我们昆曲里头呢，是有一段比较长的念白，那么在粤剧里头呢，是通过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动听的唱，来完成这一段这个表演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啊，难怪有人说呢，是他学到了陆锦华老师的真传，啊，所以我觉得呢，今天来看，我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值得。借这个机会呢，向观众表示我对陆锦华老师的尊敬，对陆老师的怀念。希望我们粤剧界以后要出现更多的陆派的小生演员。谢谢大家。重新来一遍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滑稽演员姚继儿。今朝我心情也是交关激动，能够参加这个一代宗师啊陆锦华老师的纪念演出。那么为啥体我要来呢？因为陆锦华老师当我父亲、我母亲，我父亲嘛就是姚马生了。还有我爷叔周伯称，伊拉个关系啊，关系特别好，特别要好。刚刚我翻了搿张实历，上世纪这个1947年，就是陆锦华老师、搭张云雅老师、搭黄文娟老师一道成立了少庄乐剧团，当然搿事体侪是后来我听父辈们跟我讲，迭个辰光我养也没养出来。那么当时辰光年纪轻了，伊拉尽管是大家要好，但是碰头机会还勿多，因为大家忙于演出，无非有辰光通电话。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以后，是吧？这个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头浪，这个辰光呢，伊拉有一段辰光相对稍微空眼，因为搿辰光交往就多了，是吧？这个辰光呢，阿拉也稍微大眼，也侪是12、13个人了，也懂事体了。这个
陆金花老师呢，经常到我屋里来，来做客，到了对嘛对，老客气的辰光，这个平常有辰光客气呢，称阿拉爷呢叫姚老师，但是呢，我看平常一般人叫这个一只活动，好像有辰光应该发寒热啊，那歇歇有歇歇没啊，我自家调整过度只好。那么平常辰光呢，我听见伊叫姚老，叫大哥，叫阿哥的。那么因此阿拉姚家两个小囡呢，侪称陆老师呢叫伊金花娘娘，是吧？搿辰光接触比较多，我经常辣耳朵里听到我爷娘辣议论陆金花老师，对伊个艺术是交关个欣赏，交关赞赏，是吧？特别我妈真的是陆金花老师个乐迷，哎呀，讲这个小生真是不得了，漂亮，唱腔好，飘逸，是吧？整个台上是灵得不得了。那么，这个才从阿拉爷娘耳朵里听到。辣2005年，我搭我弟弟姚永儿，陪同傅前香老师和王文娟老师，因美国洛杉矶上海人联谊会邀请，一道到美国洛杉矶参加慰问演出、交流演出。陆金花老师听说阿拉侪来了，伊要请阿拉吃饭，是吧？这个讲姚家两个儿子啊，我也要一道请来吃饭，是吧？搿辰光陆金花老师身体已经勿大好了，基本上勿出来了，夜里是更加勿好出来。咁么因此呢，就请阿拉辣中浪向吃西餐。哎呀，搿辰光心情交关激动。80年代，陆老师离开上海到现在已经廿几年没碰着陆老师，没碰着金花娘娘。踏进饭店看到陆老师已经坐辣海了，陆老师变化是有了，毕竟廿几年了，人也老了不少，满头白发。但是哦，陆老师两只眼睛哦，仍旧搿能漂亮，炯炯有神。带了小辰光，看到伊没区别。阿拉真的交关激动，我跟我弟弟两家头上去，搭金花娘娘拥抱。我现在还记得金花娘得了讲，㑚两只小巨头啊，㑚已经第2次到美国来演出了，㑚上趟来啥地勿来望我啊？哎，所以这个今朝回想搿桩事体，已经又过了14年了，但当时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那么我呢对花娘娘的了解了，当然主要侪从父辈们的嘴巴当中得到。接下来呢，我要请出3位老艺术家，请伊拉上场。我这个一一的大家介绍，旁边离我最近一位是这个陈振华老师。陈振华老师辣解放之前就已经把陆金花老师为师，伊是第一个陆派大弟子。辣丁考勤上场门台位是著名的老生演员，这个吴天芳老师。吴天芳老师多次和陆金花老师合作。侬譬方讲像这个曾斯特里，伊姑父，辣这个刚刚这个就是刑团里向演黄忠，对吧？伊侬清楚吴老师。那么当中这位呢，我也用不着多介绍了，观众朋友们大家非常熟悉。话剧越剧表演艺术家肖玉英老师。那么这个3位老师辣少壮越剧团侪登过。陆金花老师当时少壮越剧团担任团长。这个伊拉对陆金花老师的了解，搿是多得多。接下来是不是先请肖玉英老师啊，先大家聊一聊，好吧？大家欢迎。观众们、朋友
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呢是来了，我搿辰光只有20岁，现在88岁。搿是年纪小。那么陆金花老师搿辰光歇下，葛么少庄个班底呢演出来请我，我搭庞天华搭档徐公雪兰和枪毙张春梅2只戏。结果陆金花老师呢看中我了，要叫我参加少庄，但是伊毕竟没看过我的戏，伊要点我一只戏，也等于考我。考试。考试来三吧。那么伊点我只啥个戏呢？点我只《月香桃影》。搿个戏呢是阿拉花旦的基本功戏。葛么伊正好点了我胃口上，我16岁就唱搿只戏了。葛么《月香桃影》唱下来呢，伊相当满意。当场夜里向叫我签字，参加少庄乐剧团，排哪吒。葛么我就演出个小尼姑，和伊两家头呢，搭档得非常密切。那么我搿辰光喊伊呢，勿是喊伊陆老师，我喊伊小娘舅。为啥叫伊小娘舅呢？因为伊有个朋友名字叫囡囡，我叫伊囡囡阿姨，所以伊是小娘舅。直到现在我一直叫伊小娘舅。那么有一次呢，就是讲少庄集团就是讲哪吒演好了，阿拉演了只现代剧时装戏《夫妇之道》。夫妇之道呢，伊呢做公司里的经理，我呢做一个秘书。葛么两家头呢就有感情了，谈恋爱了。结果我勿晓得伊屋里向是有太太的。结果呢后头伊个老婆呢肚子个大便到上海来寻伊了。葛么迭个事体变子拆穿了咯。正好我呢参加学习班，新婚姻法公布了。葛么我搿辰光是急急文字，那么等伊提出来要离婚勿搭界，等伊从此以后分手。哎呀，搿场戏个陆金花老师哦，演得真好，伊失恋了啦，搿个头发一记头飘到搿搭，领带全部解散，那个一只脚呢搁辣迭个写字台高头，潇洒。哎呀，搿段演话当是演话调啦，唱了真好听。那么搿个戏演下来之以后呢，后头呢，就是伊正好呢生病了，就是讲勿演了，葛么我就出来了，就参加到丁山天鹅园艺术去了。但是我辣美国呢，对伊经常碰头个，1礼拜碰头一趟，所以今朝能够纪念搿只会议，我也蛮激动的。好的，谢谢大家。刚刚小云老师讲得交关生动，特别㑚听伐？小云老师2句绍兴上海话讲得蛮好。接下来想请这个阿拉陆老师的大弟子啊，这个陈春华老师啊。对啊，侬可以讲侬是一直跟牢陆金花老师，对，也可以讲侬是陆金花老师的前程跟班，是吧？对。侬稍微聊2句。首先呢，我是很激动的，因为我离开舞台啊，已经50多年了。今天呢，已经86岁的毛季老人了，因为是老师的追思大会，我来了。我要感谢上海越剧院的领导和广大喜欢陆派的观众对我的抬爱，我表示深深感谢。我跟老师呢8年了，因为每天在一起，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为人，他的品德，那我是没有话讲的。可以想，他的生活也好，什么也好，真正高风亮节。现在的大部分观众对我们不熟悉，对我老师呢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老师呢只会演黄奎、珍珠塔，对，没有戏。是。今天我要为老师平反，为什么呢？不是这样。因为我老师在21岁的时候就领导少庄越剧团，他
一个女的，她全部场心境，她的思想境界很前卫，不固步自封的。她领导的少庄都是青年，她自己21岁，下面像我们都是14岁、15岁，真正是少庄越剧团年纪轻的。他请的剧务部都是上海第一流的，对，而且都是多方面的。从传统，他是请昆曲的老师；从理论上，请话剧的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办什么的？斯德内斯拉夫时期的体系了。是的，是的。沈老师啊，侬是今朝我看得出个，侬是怀疑㑚老师，侬是交关激动，侬眼里事情按辣眼堂里向的，真个，真好。迭个侬个意思，我听我爷娘讲起过，侬清楚，是吧？因为迭个是少庄个辰光啦，迭个陆金花老师带领㑚大家演了交关时装戏，是吧？所以当时辰光观众啊，侪迭个欢喜陆老师，讲陆老师是当时个时装小生。对。侬真个谢谢侬，侬个发言交关好，真个。哎，刚刚小云老师绍兴上海话，侬刚刚迭个绍兴普通闲话也蛮好。讲起迭个时装戏啊，陆老师有一只非常有名的戏代表作，叫《篱笆落》，是吧？搿只戏是交关精彩。吴天芳老师啊，侬可以谈谈搿方面的事体。我是陆老师的铁杆粉丝。我搿眼长的辰光，我就看伊个戏了。有一次到黄安剧场看少庄剧团演出《篱笆落》，陆老师一出场，穿了一套西装，搿个台步啊，潇洒轻飘，哗啦一下，我到现在的脑子里向还有伊搿个形象。哎呀，我想搿能个美男子一下子就吸引住我了。后来，伊进了越剧院排针子堂，我得伊一道排，我做一个姑爹了，姑父，陈培德，啊，后来又排秦团，我做一个老家人，哎，黄忠，可是伊个唱啊，哎呀，我实在好听啊！过去姚木霜、周伯春两位大师讲陆金花的唱腔像一杯碧螺春的茶，清香可口，越喝越有味道。好。那么伊个唱啊，也是越听越好听。搿只耳朵就跟伊去了。吴老师，谢谢侬，谢谢侬，吴老师啊！我谢谢观众，敬爱的观众为陆老师来款喜，谢谢。刚刚吴老师谈到我父亲、我爷叔姚木霜、周伯春搿能个称赞阿拉陆金花老师，那么今朝就搿能好机会，阿拉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就接下来请大家看表演啊，就是陆老师的拿手戏《篱笆落》。但是音配像，声音呢，就是1947年啊，陆金花老师当时的录音。那么今朝表演呢，是上虞小百花越剧团的张琴，大家欢迎。谢谢。可是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我的小妻哟？
从前是少年风度马翩翩，现在是衣衫褴褛陪人烟。从前是环境是土真快餐，现在是身边没有把文钱。从前是为怕天真无忧愁，现在是心头有事滚又急。从前是快乐逍遥将士多，现在是孤身冷落在天涯。从前是回望此路路无穷，现在是梅路小郎在故里。人是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人是人我好言不听听不言。人是人，自己爱的不专一；人是人，我一时糊涂怕孤寂。人是人，忘因是故轻佻女；人是人，我不该将她来命。人是人，一直不让办古法；人是人，他琵琶将心变。到如今梅路中途他传奇，倒叫我金牌两难难相见。正所谓一书之人千古闻，你啥事要想为留意我跟陆金华也可以说是老搭档了。47年这个8月份开始，我跟陆金华创建了少壮集团。那时候演出呢，就在南京路这个黄安大戏院。那时候我是21岁，金华呢比我还要小1岁。我们第一出戏呢，就是合作，就是礼拜六，那是一出西装旗袍戏，现代戏。所以金华来讲，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也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姐妹吧。所以这一次呢，她离开我们呢已经1年了。大家在9年期的时间里，我也很想念他。我祝愿这一次演出能够圆满成功，也祝愿陆派艺术在粵劇事業中發揚光大，源遠流長。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张陆老师的脸。我在我的梦中看见过他，他是慈祥的，微笑着，却不说一句话。我从日常生活中看到他，他是清瘦的，穿一件灰色的衣服，不显山不露水。我在陆派的艺术里看到他，就像他的青板准则一样，字要清，板要稳，音要准，清清爽爽，利利索索。他是亲和的，待人宽厚，没有架子。他是顽强的，吃得起苦，扛得起事。他是孤独的，耐得住寂寞。他是淡泊的，放放得下繁华。他是远在天涯的恩师。他是近在咫尺的偶像，他是思念故园的游子，他是越剧宗师陆锦花。他走了吗？他归来了，他归来了，他归来了，他归来了。
叫陆金花，今年91岁，我为越剧喝彩。我叫陆金花，今年91岁，我为越剧喝彩。好地去结束一宵，明日再走。想君怀我，全做个马须牙里与方康，大在忙与老道，自命于阳。原来是受苦苗，这边可有师傅，那边可有当家，两旁无人，只有在此安息了吧。闻听人言，华山圣母娘娘曾用宝莲神针指引三界迷路之人，倒是一位慈悲的仙子。我理该奏告一番啊！